想用一個好平嘅尺價，大約7000幾8000蚊去買一個海景嘅3房單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cy。我今日咧就嚟到青山公路，去帶大家睇下蓮山。咁蓮山咧係由永泰亞洲喺2002年咧發展而成㗎。呢度咧係由17座嘅低密度住宅樓宇組合而成，供應咗216戶嘅單位。咁睇翻佢嘅過往成交平均分層嘅尺價咧，大約7000幾蚊左右。而我今日咧係會帶大家去睇一個3房單位連埋天台戶㗎。咁佢呢個單位咧係一個好大嘅海景。如果各位觀眾咧唔介意呢度嘅屋苑大約有20零年咧，咁就值得去睇落去啦。因為呢度係非常之適合居住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投資咧呢一個位置咧，就未必係觀眾會考慮嘅地點嚟嘅。但係自己住咧，佢嘅空間真係非常之夠用㗎。而且咧呢一個屋苑咧仲配備咗有啲會所設施啦，有啲戶外泳池啊，有啲娛樂場啊，同埋嘅兒童嘅遊樂場等等。咁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訂閱咗我嘅頻道，然之後再過去參觀單位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單位啦，佢係一個3房1套連埋天台嘅單位，實用面積940尺，再連埋一個800尺嘅天台。咁大門一入嚟咧，旁邊咧就做咗一組嘅鞋櫃啦，而入去咧就係一個廚房啦。咁呢個廚房啦，配置晒有洗衣機啊、雪櫃啊、明火煮食爐，而且個景觀咧係面向翻海景㗎。咁再出翻嚟咧，呢一度咧就有個客飯廳位置啦，而呢一個區域咧就係飯廳嘅空間，都做咗一組嘅飾櫃。而呢邊咧就係客廳啦，而呢個客廳咧有一個大嘅玻璃啦，望翻出去嘅景觀咧都係一啲海景嚟㗎。咁沿住走廊入嚟咧，會首先有一間儲物房啦，咁可以收納全屋嘅雜物啦。而呢度咧就係浴室，旁邊咧有第一間嘅睡房，做咗個大型衣櫃啦，同埋有張書台。呢度咧第二間嘅睡房。呢間睡房咧就做咗個子母床，咁再入翻嚟咧就係主人套房啦。一入嚟咧就有個浴室嘅設計啦，咁就做咗個浴缸。咁而呢度咧就做咗個大型嘅入場衣櫃，呢度就係睡床位置啦，非常之闊落，足夠晒3邊落床，而且咧前方望到嘅景觀咧都係海景嚟㗎。咁呢一層咧，我哋睇到嚟呢度啦，即刻咧就會帶大家上去睇埋佢天台嗰部分㗎。依家咧上到嚟天台部分啦，呢度面積大約有800尺啦。咁一入到嚟呢一個位置咧，就裝咗個水龍頭啦，同埋駁好晒電。而天台另外一個部分咧，就有一個防水箱啦，可以擺一啲嘅雜物啦。咁再過嚟咧，呢邊就可以望到一個海景啦，非常之闊啦。咁今次咧呢一個單位咧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各位觀眾咧真係有興趣呢度嘅屋苑咧，又或者想揾一啲海景嘅大單位平尺嘅啦，就記得聯絡我索取更加多物業資訊啦。中意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啲咩意見嘅話喺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